大家好，我係 Curtis 咁啊。港股咧之前掂過250天線之後就有反彈啦。後市仲有幾多水位呢？貿易戰之下，汽車股反而出口方面有啲曙光喎，有兩隻股份咧受惠可以留意住㗎。我哋逐一同大家分析下。先睇睇個大市啦。上星期同大家分析過，港股唔需要太過悲觀啦，支持位喺250天線㗎。結果上星期三咧，恆指下試條250天牛熊分界線，的確有支持啦。之後好快反彈，由低位19200咧回升超過成2000點㗎。最新個技術走勢去睇嘅話咧，恆指短期嘅上落區間咧都係下邊喺250天線啦，向上望咧就係4月初大型下跌裂口嘅頂部啦。即係成個區間由19500點左右去到22600點，加埋條50天線咧都喺22700附近咧都係阻力嚟㗎。消息方面，港股似乎當咧月初急跌個3000點就反映咗個貿易戰嘅因素啦，反而掉頭憧憬咧中央會推出更加多嘅刺激措施。不過咧，某程度上係因為貿易戰嘅消息太過混亂啦，市場暫時都冇辦法衡量到個影響。關稅咧喺4月初度生效啦。如果5月或者6月嘅 PMI 同埋貿易數據咧開始已經見到放緩嘅話咧，可能都會引發個調整㗎。而且恆指由低位咧反彈超過成2000點啦。喺中央真正出招之前咧，現水平值博率就冇咁高㗎啦，要好小心去揀啲行業板塊，炒股唔炒市，或者等整固咧再揾機會㗎。有咩行業板塊可以留意下呢？美國發動貿易戰之下咧，中國咧就去同歐洲同東南亞加強個關係啦，反而利好部分企業出海㗎，包括啲汽車股啦。本身佢哋冇咩美國業務啦，反而歐洲咧就係一大市場㗎。最新咧，中國同歐盟咧就呢個電動車進出口咧達成呢個共識啦。雙方達成共識咧就話同意研究為中國製嘅電動車咧設定最低價格，取代舊年10月咧訂立高達45%嘅關稅㗎。市場對中資車股咧都幾重要㗎。喺2023年嘅時候咧，中國向歐洲咧總共係出口咗177萬部電動車啦，佔中國總出口嘅41%㗎。舊年關稅打擊之下咧，呢個比例就降到32%至33%。如果取消關稅嘅話咧，我哋預計去到2026年咧，比例會回升去到3成半至4成㗎。最受惠嘅股份咧就包括隻比亞迪同埋吉利啦，兩間公司都有成熟嘅產品同埋生產線啦，亦都大力做出口㗎。比亞迪舊年10月咧，即使係受到關稅影響啦，對歐洲嘅出口都按年升咗成超過1.6倍啦。如果移除咗關稅嘅話咧，我哋預計去到2026年咧，佢喺歐洲市場嘅佔有率會翻一番啦，去到8%至10%㗎。中長線角度睇咧，我哋目標價就睇到510蚊㗎。睇個技術走勢，做啲短線部署嘅話咧，股價之前跟住大市裂口向下啦，低位見過310蚊左右。但條100天線咧明顯有支持啦。而家已經補翻之前個下跌裂口㗎啦。如果確定可以企穩喺370蚊樓上咧，可以考慮入場，短線咧先望翻410蚊嘅。至於隻吉利咧，除咗吉利品牌之外咧，母公司亦都有富豪汽車嘅品牌啦，可以利用富豪喺當地嘅產能，避免關稅或者其他限制㗎。中長線估值角度睇咧，我哋俾吉利嘅目標價係29蚊啦。睇個短線嘅技術走勢嘅話咧，股價之前亦都係跟住大市大裂口向下啦，低位見過13蚊左右㗎。之後反彈啦，亦都已經補翻個下跌裂口㗎啦。如果確定可以企穩喺16.8樓上啦，可以考慮入場。短線咧先望翻18蚊。睇埋外圍方面啦，美股咧籠罩住不明朗因素啦。特朗普個關稅措施可以話每日都有變㗎。電子產品首先係豁免咗個對等關稅啦，但又話只係暫時嘅啫。汽車同汽車零件咧又突然考慮個豁免。而加上咧今個星期美股咧都進入個業績嘅高峰期啦。睇埋啲大型企業點樣咧去就關稅措施俾個前景嘅展望啦。具體股市走勢上面啦，睇睇個納指啦，暫時都冇咩方向㗎。政策同埋業績方面咧都係要觀望。4月9號同埋4月11號嘅時候咧，納指兩日咧都係反彈去到17200點左右嘅水平見阻力啦。短期除非係突破呢個水平啦，否則咧都係反覆上落為主嘅啫。跟住咧睇下投資者嘅問題啦，關於隻港交所㗎。港交所反彈咧，一方面都係跟住大市嘅表現啦。佢嘅股價一向咧都非常之受市場氣氛影響。另外亦都有個潛在利好因素啦，就係中美貿易戰咧，可能促使一啲中概股回流㗎。早幾日咧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都話啦，已經指示證監會同港交所做好準備啦。如果海外上市嘅中概股希望回流咧，就等香港成為佢哋首選嘅上市地。
消息咧都令到市場好多憧憬㗎。大型嘅科技股當中咧，其實就大部分都喺香港或者美國咧同時上市㗎啦。而家仍然只係得美國上市嘅咧，例如即係拼多多啦，市值係超過1200億㗎。再數落去比較大嘅咧有滿幫啊、極氪等等，但係佢哋嘅市值咧都係唔夠100億美金㗎。市場預計咧，如果全部中概股係合資格嘅都回流嘅話咧，合共市值大約係1800幾億美金啦，可以刺激港股每日成交咧增加190億港元㗎，大約咧就等於每日日均成交5%。呢個消息咧就對港交所嘅業績咧都有一啲幫助啦。但係要留意啦，如果係因為美國方面重提中概股除牌而迫使呢啲企業去回流嘅話咧，可能短線都會對啲中資股嘅氣氛造成個影響，未必係絕對好事嚟㗎。睇埋港交所嘅股價方面啦，近期有反彈嘅話咧，但係都仍然未補翻個大型嘅下跌裂口啦，唔算好強勢㗎。藍色線左右345蚊咧會比較大嘅阻力。現水平空間未必太多，一係咧就只做一啲短線嘅部署啦，否則等下睇下會唔會有整固，再喺低啲嘅位置揾機會嘅。最後申報翻啦，本人係證監會持牌人士，並冇持有上述股份，我哋遲啲再見。